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一年一届双十一购物节已经先上场，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业者老早就准备好势，要来拼生意，会当讲是年度上界大的商机。因为根据网络平台上新的统计，一寡料理家电也有和去年比起来数量差不多增加3成。你咧新历11月11会当讲是活动的高潮，像讲 iPhone 11 Pro Max 限时间卖11块，另外还限时间会当采购的商品，要让民众拍手开升大笔钱。看金无可反应，切速度要甲金币拢接起来，因为这个拢会当变做现金优惠，双11要到啊！电商杀 AR 体验的活动出来，互民众哪算哪消费，敢若11月头一礼拜业绩就加3成。下半年的话，推出非常多的3C 家电的一个新机，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在于3C 家电，然后手机、平板的周边来讲，其实销售的非常好。11月11迄天，包括卖甲真像市的出甲第5代的纪念版的机车，甲今年才杀出来的电动机车，嘛有一台限定半暝啊51个优待，2台拢唔免5万块。iPhone 11 Pro Max 更加是开放7个时段，一机敢若卖11块，内容联名信用卡来买，上济阁有32%优惠，为着拼买起毛购物平台杀景点限量抢的活动出来，像讲 GoPro 半价6045就当互你买回去。另外有名的戴森变扫机嘛有3000块的优待。预计成长率是到了50%的一个成长。美妆类的话，我们达成率有达到20%。那因为我们今年有引进一些日系的美妆，所以它是异军突起的一个类别。为资料来看，这的物件业绩加上济，比去年加3成。家电用品排伫后壁，美妆保养品人气嘛袂歹，搁煞日本直送出来。专管上济拍3折，像讲卖甲下下叫的自吸气密粉机，嘛俗超要1000块，面膜嘛有111块的经典的优惠。煞促销拼生理，要抢一年一届的双11的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